Hello，大家好，我係 Anna，歡迎收睇1001V Channel。網上廣為流傳咁一個段子，據講能夠睇出李白三星堆、南方絲綢之路、釋迦牟尼呢一組詞組之間嘅關係嘅人，知識儲備量至少喺名牌大學研究生嘅水平。前兩個詞之間嘅聯繫，相信唔少人都能夠講嘅出嚟。三星堆係古蜀文明遺跡，而李白曾經寫過一篇《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第三個詞南方絲綢之路，就算冇點研究過，可能亦都能夠估得到，同古蜀文明所在嘅四川、雲南地域有啲關係。但係最後一個詞釋迦牟尼，就有啲讓人摸唔清頭腦啦。佛祖點仲同四川三星堆扯上關係啦呢？睇完今日啲奇視頻，也許你就能夠明白其中嘅淵源啦。三星堆係中國最神秘嘅考古遺跡之一，官方話佢嘅沉睡3000年，一醒驚天下。其中出土嘅青銅眾目面具、青銅大力人黃金權杖，仲有青銅神樹等等，同同時期嘅其他遺址中出土嘅文物相比，風格太過獨特，工藝太過精湛，以至於唔少網友都感慨話，怪不得三星堆唔敢繼續挖啦，再挖中華文明嘅起源該被改寫咗，神話都要成為史實啦。仲有啲腦洞大嘅網友話，三星堆其實係外星文明留低嘅遺跡，三星堆文明究竟嚟自邊度？又點解會突然消失？三星堆真係唔敢挖啦嗎？呢一度就係我哋嚟腦洞一下三星堆背後嘅故事。故事開之前，呢個先係一個通知。呢個禮拜會員視頻已經上傳，我哋嚟傾一齊案件。因為尺度比較大，呢一度就唔做簡介啦。訂閱咗會員嘅小伙伴們，冇忙啦，點擊收睇。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嘅鴨子河南岸，距離成都約40公里。喺嗰度有3座稍稍隆起嘅土堆，呈直線排列，猶如夜空中閃爍嘅3粒星辰，故名三星堆。喺三星堆嘅東北方，仲有一段殘破嘅城牆，呈現出彎月嘅形狀，同3個土堆隔河相望，被當地人稱為月亮灣。三星堆喺加月亮灣，更係被形象嘅稱為三星伴月。1929年春天，成都平原進入咗1年之中最繁忙嘅播種季節。壓住喺廣漢南興鎮真武村月亮灣嘅煙道城，煙青寶父子喺家宅旁邊挖水溝，一鋤頭落去，只聽嘣嘅一聲，一個沉睡千年嘅古文明嘅大門就被煙氏父子倆俾扣開啦。佢哋一下子挖出咗300幾件珍貴嘅玉石器，呢個喺嗰個年代絕對係一筆橫財。煙道城係既興奮又憂慮，佢小心翼翼噶，將呢啲寶物全部都藏於屋企，並且喺一段時間裏邊，一少少嘅攞到古玩市場上去賣掉。佢雖然袁氏父子對發現寶物嘅事情守口如瓶，但呢啲稀奇嘅器物定係引起咗啲人們嘅注意。月亮灣好快就因為呢一批玉器而出名，村民們紛紛喺自家附近掘寶。時間嚟到咗1934年，美國傳教士考古學家葛維漢同華西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林明君教授等一行4人嚟到咗煙家，組織咗一次非官方嘅考古發掘。但係發掘工作進行咗近10日，就草草結束啦。原因係附近盜匪猖獗。不過據說呢一次發掘共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嘅文物600餘件，比煙家人第一次挖出嘅仲要多。喺新中國成立之後，1963年9月，西南博物館院長喺漢涵等人喺三星堆月亮灣一帶又進行咗一次數月嘅考古調查。但係遺憾嘅係，發跡完不久嘅漢就病咗。後來身體一直唔好，成果亦都冇能夠整理出嚟。三星堆真正甦醒喺世人面前係喺1986年。嗰年三星堆1號坑同2號坑被發現，1號坑陸續出土咗金像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玉石器、銅器、金器等400幾件文物。2號坑出土咗青銅大力人、青銅神樹、青銅神壇宿尊、貼黃金面罩嘅青銅人頭像，以及係玉璋、玉璧、玉鍋等300餘件。兩個祭祀坑入邊，仲共計出土咗80幾根象牙，以及4、600幾枚，被認為係當時貨幣嘅海貝同銅貝。然而此後，三星堆嘅發掘工作再一次陷入咗停滯，直到30幾年後嘅2019年末，考古專家們喺1號、2號坑附近又陸續定位到咗3到8號坑。2020年，三星堆迎嚟咗佢嘅第2醒，啟動咗對3到8號坑嘅發掘。2年半之後嘅2022年6月13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咗階段性考古發掘成果，宣布新發現嘅6座祭祀坑嘅考古工作已經進入咗收尾階段。共計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其中比較完整嘅有3155件，
喺7號、8號祭祀坑發現嘅龜背形網格器、頂磚蛇身同人像、青銅扭頭跪咗人像等大量嘅文物，係前所未見嘅造型。喺發掘過程中，專家提取咗6座坑內嘅近200個樣品，進行咗碳14測年鑑定，確定咗幾座坑嘅埋藏年代，大約落喺咗距今3200年至到3000年前，亦即係相當於中原嘅晚商時代。三星堆遺址按照埋藏年代嚟睇，可以分為4個時期。一期遺存，即係前所距今約4500到36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到夏朝，同成都平原嘅寶墩文化屬於同一時期。主要遺跡有月亮灣、三星堆房屋建築遺址以及人性村遺址等等。主要遺物有玉器同埋陶器兩大類。二期文化遺存即係古蜀國，距今大約3600年至3300年，同中原嘅商朝前期屬於同一時期。主要遺物有青銅器、玉器同陶器等。三期文化遺存距今3300年至3100年前，相當於中原嘅晚商時期。主要遺物有青銅器、金器、玉器同埋陶器，其中青銅器有磚雷大力人像神樹、人頭像面具神壇等等。四期文化遺存距今大約3100年至到2900年前，相當於中原嘅商末至西周前期。喺呢4個時期之中，其中2期同3期係三星堆遺址嘅主體遺存。成個三星堆遺址嘅總面積大約12平方公里，已發掘嘅面積唔到2萬平方米，亦即係0.02平方公里，佔整個遺址總面積嘅1/1000.6左右。再加上發掘工作速度停擺，就有腦洞比較大嘅網友稱，專家們係唔敢挖啦，係怕挖出嚟顛覆華夏歷史嘅嘢。但係事實上，三星堆數次停挖嘅原因並冇咁神秘，只係因為過去考古技術唔係到位，對文物嘅保護技術都唔完善啫。以青銅神樹為例，單單對佢嘅修復就超過咗10年。過去幾十年間，學界對三星堆嘅研究從來都冇停止過。其實即便冇呢啲捕風捉影嘅傳言，三星堆本身嘅神秘亦都足以俾人嘖嘖稱奇啦。但凡係對三星堆有一丁點了解嘅人，肯定對呢個青銅眾目面具印象深刻。佢係1986年出土喺三星堆2號坑，寬138厘米，高64.5厘米，眼睛呈柱狀向外凸，一雙像有紋飾嘅耳仔向兩側充分展開，造型奇特，係世界上年代最早、體型最大嘅青銅面具。呢個唔通就係神話中嘅千里眼同埋順風耳嘅具象化嗎？成書喺東晉時期嘅華陽國志，蜀志中記載有蜀侯蠶叢，其眾目似青黃。呢一作石棺石泥，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卵為眾目。人種亦都參從係古蜀國嘅首位先祖。佢嘅面貌特徵就係眼睛同螃蟹一樣向前凸起。《山海經大方北經》中同樣亦都有關於眾目神嘅記載，稱喺西北海之外，海赤水嘅北方有一座張尾山，山中有一個叫祝龍嘅天神，人面蛇身，眼睛又直又長，閉眼就係黑夜，眨眼就係白天。祝龍嘅雙眼就係眾目噶。更詭異嘅係甲骨文中嘅鼠字同祝龍蛇身人面嘅形象極其相似。三星堆博物館嘅鎮館之寶青銅神樹喺《山海經》中亦都能夠揾到相應嘅記載。1986年至今，三星堆遺址嘅8個祭祀坑中，共出現過8棵青銅神樹，目前能夠修復嘅共3棵，即係1號、2號、3號青銅神樹。1號驚動神樹係最大㗎，出土喺2號坑，高3.96米。由於頂部缺失，專家估計完整高度應該係喺5米左右。佢有200幾塊殘件修復而成，係迄今為止中國所見青銅文物中體型最大嘅一件。神樹分為咗3層，每一層有3根枝條，全樹共有9根樹枝。所有嘅樹枝都柔和嘅下垂，枝條嘅中部伸出嚟一個短枝，短枝上立有神鳥。樹嘅一側仲有一條作樹蜿蜒而下嘅銅龍。即便係放到今日，製造咁複雜嘅金屬工藝品亦都非易事。而幾千年前嘅青銅器多係比較規則嘅幾何形狀，咁樣先至便於偽造。三星堆出土嘅青銅器無疑係同時期嘅先進工藝，而青銅神樹則係其巔峰之作。青銅神樹嘅寓意大致可以分為3種猜測。一種認為呢個係《山海經》中嘅神樹扶桑。《山海經海外東經》中記載，黑子國嘅北邊有一個地方叫做湯谷，湯谷嘅海水中間有一粒高大嘅扶桑樹，咁就係10個太陽沖涼嘅地方。10個太陽入邊有9個喺樹嘅下枝休息，仲有一個停喺樹嘅上枝。
佢如果將青銅神樹上嘅料睇作太陽神料嘅話，咁按照《山海經》嘅講法，青銅樹嘅最上面應該係仲有一根樹枝㗎，樹枝上仲立有一隻太陽鳥。假如之後嘅考古發掘能夠把呢部分俾挖掘出嚟嘅話，咁真係神話照進現實啦。關於青銅神樹寓意嘅第二種猜測係，呢代表嘅係《山海經》中無與神溝通嘅天地之間嘅天梯劍木。第三種猜測係此樹係淮南子中嘅藥木。淮南子地形訓中話藥木喺建木師，莫有時日其華照下地。唔理係扶桑建木定係藥木，青銅神樹都喺度訴講住一件事，上古神話可能唔僅僅只係神話啫。咪出土喺2號坑嘅全高2.62米嘅青銅大力人像，亦都係一件引人無限遐想嘅鎮館之寶。大力人頭戴高冠，冠上囚有咗面紋同回字紋，雙眼突出，鼻梁高挺，雙手環握胸前，持持為物。關於佢手上攞嘅係乜嘢？有人猜係玉琮，有人係就係象牙，仲有人真係權杖，更加有人話佢可能乜嘢都冇攞，呢一只係祭祀時候嘅一種手勢罷啦。不過《山海經》依舊俾出咗神話版嘅答案。巴蛇根據大地人嘅穿戴紋飾推測，佢嘅身份應該係一位大祭司。古蜀國有龍蛇崇拜，喺三星堆就出土過青銅蛇，咁所以大祭司手握巴蛇嚟祭祀，亦都係合情合理嘅。嗱，《山海經·大方西經》中話有魚蝙蝠，轉歲死而復蘇，蛇化為魚，係為魚婦。呢一度嘅魚婦其實就係古蜀人嘅第3位祖先于福，而于福又係由蛇幻化而嚟噶。《山海經》中仲有好多關於操蛇之神嘅記載，比如話《山海經·海外北經》中嘅夸父國喺佢以東，佢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喺最近嘅一次發掘中，3到8號坑中仲出土咗好多令人忍俊不禁嘅青銅文物，俾網友們戲稱為奇奇怪怪門。比如話2021年新發現嘅青銅小立人，雖然工藝比較精湛，但係我點睇都點覺得佢似個穿越時空嘅奧特曼。仲有3號坑出土嘅立法銅人像，呢個唔就係諸葛亮嘅法官咩？另外呢一隻渾圓可愛嘅陶珠，簡直就係我哋嘅細個用嚟放壓歲錢嘅存錢罐。難道話古蜀人亦都有俾孩子發壓歲錢嘅習慣？玩笑歸玩笑，三星堆發現咁多青銅文物，俾人不禁想到咗一個問題：三星堆附近係冇銅礦噶，古蜀人嘅偽造原料從何而嚟？仲有遺跡中發掘出咁多象牙，難道幾千年前四川大象成群咩？另外，數千枚海貝又該點樣解釋？三星堆遺址位於內陸地區，呢啲海貝又從何而嚟呢？唔急啦，呢啲問題我哋一個個嚟解答。關於三星堆青銅器嘅銅來源，目前考古界仲未有一個明確嘅結論。2012年嘅時候，專家們喺三星堆青銅器中發現咗一種唔同尋常嘅元素，具有放射性嘅一種鉛嘅同位素，專家們將佢稱為異常鉛。巧合嘅係喺江西吳城出土嘅青銅器裏邊，亦都含有呢一種異常鉛，而江西吳城旁邊便存在住一座大型嘅銅礦遺址。但係問題係，三星堆距離江西吳城足足有100-300幾公里，喺嗰度開採銅類，再運到三星堆所在地，實在係有一啲天方夜譚。後來又有學者提出咗三星堆青銅器嘅礦源應該係位於雲貴川交界嘅東川銅龍，呢一個就係非常著名嘅西南話。雖然專家們煞有介事嘅探討咗銅料運輸路線，稱順住長江中游就能夠通過水路把銅料運至三星堆，但係有一講一，銅川銅廊距離三星堆所在地依然有800幾公里嘅距離，咁嘅採礦模式實在係效率太低啦。近期成都理工大學地質學教授劉星思又提出咗三星堆青銅器可能係源自四川彭州龍門山嘅猜測。龍門山距離三星堆只有幾十公里，相比江西吳城同埋東川銅礦，呢個簡直係近在咫尺嘅距離。早喺幾千年前，華陽國志記述龍門山脈嘅時候，就有咁嘅描述：其寶則有碧玉金銀珠銅，恰好喺三星堆發現嘅諸多器物當中，玉金銅均在其列。當然啦，目前有關於三星堆銅源嘅講法，都只係停留喺猜測階段。關於象牙，你仲冇話幾千年前四川地區也許真係生活着數量龐大嘅大象族群。話雖指人間訓中記載清朝初年嶺南一帶野象野生犀牛眾多，犀牛像此一度成為咗當地特產。至於海貝，主流觀點即認為佢哋係通過蜀新毒道，亦即係南方絲綢之路嘅西線，從印度輸入到蜀地㗎。
生獨天竺都係中國古代對印度嘅稱呼，而呢一條屬生獨道，同我哋開頭提到嘅釋迦牟尼嘅梗係有好大嘅關聯。網上有言論話，有印度學者根據大量考古文獻記載同各國嘅考古發現，提出咗一個觀點，話釋迦牟尼係嚟自華夏昆侖哈佛大學嘅一位名叫克里爾斯基。呢一教授亦都指出，佛教其實係由三星堆文明嘅女人所創造㗎，後來由蜀山獨道傳入咗印度，而釋迦牟尼亦都係三星堆文明嘅後裔。個人認為呢一種講法實在係有啲正經胡扯啦，大家亦都就當個樂子聽一聽啦。2022年，考古專家喺三星堆7號坑發現咗一個之前從來冇見過嘅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長61厘米，寬57厘米，上下兩層鼓起嘅青銅網格，中間仲有一塊玉器。器物整體形狀就類似龜背甲。研究人員用 X 光技術對該器物進行掃描之後，發現咗焊接嘅痕跡，其實唔係只係龜背形網格器。三星堆嘅好多青銅器嘅造型都好複雜，唔可能係一體咁築出嚟噶，大概率都係需要焊接噶。但係銅器嘅焊接絕對係一個技術活，銅嘅冷卻硬化速度非常快，二次偽造係容易造成裂痕噶。喺研究咗青銅器嘅成分之後，專家們又有咗驚人嘅發現。三星堆青銅器裏邊都含有磷元素，而且佔比係好精準噶，喺8%到10%左右。呢一種元素能夠俾銅嘅凝固時間延長，同時增加銅汁嘅流動速度，係銅脂能夠流入細小嘅部分，比如話鴨爪小人像嘅手足等等。然而，磷元素喺17世紀先至被德國人亨利·格布蘭德正式發現嘅。300多年前嘅古蜀人係點樣識得特里磷元素噶？怪不得啲人都話三星堆再挖落去，天知道會挖出乜嘢更驚人嘅事情嚟。回到龜背琴網格器身上，關於佢嘅用途，專家們仲未研究出嚟，但係猜測近古蜀人嘅精神世界有關。呢個網格器應該係祭祀體系裏邊嘅一件器物。巧合嘅係，佢同公元前1800年出現喺小亞細亞地區嘅赫梯帝國矮嘅皇族徽章，長得十分相似。呢一個徽章象徵嘅係太陽。赫梯人係一個善戰嘅民族，大約喺公元前19世紀移居至安納托利亞高原，亦即係而家嘅土耳其北部。赫梯人有太陽崇拜，喺古赫梯帝國嘅神話尖亦都有數個太陽。同山海經中嘅時日並出十分類似。喺事實上，不單止龜背形網格器，三星堆出土嘅好多器物都同世界各地嘅古文明有住神奇嘅聯動。呢個係1986年從三星堆2號坑出土嘅金面青銅人頭像。呢個係2021年從3號坑同8號坑出土嘅完整金箔面具。呢一種黃金面具喺同時期嘅其他中國古遺址中從來冇被發現過，但喺古埃及文明同墨西尼文明就邊卻有使用黃金面具嘅傳統。呢一個係陳列於開羅嘅埃及博物館裏邊嘅圖，坦卡蒙金面具。呢個係收藏於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嘅亞加門農黃金面具。1986年喺三星堆1號坑入邊仲出土咗一件石破天驚嘅文物如福黃金像。呢個係一根長啲4-3米，用700克純金包裹嘅，以鳥魚為圖騰嘅長手像。圖騰中兩隻鳥頭頭相向，兩條魚背部相對，魚同鳥背部有一根箭着起。權杖嘅末端仲有2個人頭像。喺中國古籍記載同考古發現中，皇權象徵物一般都係從月鼎席等嘅器物，權杖係好少出現㗎。反而喺西亞同埃及等地，權杖係神權同埋皇權嘅象徵。比如埃及神話中嘅沃斯權杖，頂端係床頭，尾端則呈 fan cha 3狀，代表住諸神同法老之間嘅聯繫。賀卡權杖則被認為係法老嘅牧羊杖，係佢對人民嘅控制權力嘅象徵。收藏於巴黎盧浮宮博物館嘅古巴比倫漢摩拉比法典石柱上，亦都刻有象徵皇權嘅權杖。再嚟睇下1號青銅神樹同蘇美爾神樹浮雕，係咪亦都有異曲同工之處？頭先我哋提到1號青銅神樹上嘅鳥可能係太陽神鳥，而喺蘇美爾同埋古埃及文明裏面，亦都有太陽崇拜。蘇美爾神話中有太陽神烏圖，古埃及文明中有太陽神拉。佢唔單止係太陽神，定係創世神。應手人身頭戴太陽圓盤頭飾。三星堆2號坑中仲出土咗6件直徑85厘米左右嘅青銅輪形器。一開始專家們以為呢一個係車輪，但係並冇揾到車子嘅其他部件。後嚟專家們認為呢個可能係太陽嘅象徵，中間嘅5條青銅條代表嘅係太陽嘅光芒。類似嘅圖騰
亦都曾經出現喺蘇美爾浮雕藝術當中。但係講實話，我點睇呢一個輪盤點樣好似汽車嘅方向盤？除咗太陽崇拜，好明顯古蜀人仲有眼睛，崇拜所有三星堆出土嘅面具，唔係眾目就係有杏仁狀嘅佔據半張面嘅大眼。有一個巧合係蘇美爾拉瑪神像嘅眼睛同埋三星堆青銅面具嘅眼睛係非常神似噶。咁嘅杏仁狀大眼亦都出現喺咗蘇美爾浮雕藝術當中。仲有一種講法係甲骨文嘅鼠字同古埃及神話嘅赫魯斯之眼亦都十分神似。而赫魯斯係古埃及神話中法老嘅守護神、皇權嘅象徵。嗱，講咗咁多，呢一個三星堆文明同世界其他古文明嘅夢幻聯動，讓人不禁諗到咗嗰個老生常談嘅問題：呢一個三星堆文明究竟起源於何方啊？拋開外星人光臨地球呢一類都市傳說不談，近啲年嚟，本土起源話同外來文明話兩派喺三星堆文明嘅源頭問題上一直爭論不休。外來文明派認為古蜀文化全都係舶來品。嗱，睇下三星堆出土嘅青銅面具同埋青銅人像就知道啦，全部都係高鼻深目、闊嘴大耳，耳仔上仲有鑽孔，唔似係中國人，倒似係外國人。三星堆遺址喺青銅時代，位於中國西南嘅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係好容易受到外來文化影響㗎。喺三星堆遺體嘅主體年代，又同兩河流域嘅烏爾第三王朝、古埃及新王國極盛時期，以及地中海地區嘅希臘史前文明、邁錫尼文明大體相當。而外來文明派就話，烏爾第三王朝嘅蘇美爾人，以及古埃及人同埋古希臘人嘅幾個分支，跋山涉水嚟到咗蜀中，形成咗三星堆文明。甚至仲有講法稱，呢啲遷徙而嚟嘅外來人種，其實就係夏朝嘅軍民。一直以嚟，我哋對夏朝嘅描述大多都係出自於神話故事，而非史料。事實上，夏朝係咪真係存在過？喺中國史學界係有爭議㗎。外來文明派就認為，夏朝好可能根本就唔喺中國境內。公元前1599年，商湯伐夏節，夏朝滅亡，華夏軍民大規模流亡，至目前中國境內，帶嚟咗三星堆文明。但係呢一種講法完全唔能夠被本土起源派所接受。喺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入邊，主流史學界都係支持中華文明一元起源論嘅。黃河流域係中華文明嘅發源地，夏朝、商朝都係喺黃河流域孕育出嘅古文明。所以中國人將黃河稱為母親河，中國嘅其他文明都只係黃河流域嘅夏商文明嘅分支，或者係亞種。本土起源派攞出嘅證據係殷墟商代遺址出土嘅銅磚同雷沃松，都能夠喺三星堆遺址中揾到形制相似嘅器物，可見三星堆同商文化之間嘅關聯。三星堆出土嘅嗰啲睇上去非常怪異、唔咁中原嘅器物，其實仔細研究嘅話，亦都能夠喺佢哋身上揾到好多中原元素同埋符號。比如三星堆跪坐同人手裏邊拿嘅牙璋，喺二里頭遺址鎮亦都出土過類似嘅青銅神樹。大力人身上有龍嘅形象，呢個亦都係典型嘅中國早期文明嘅一部分。不過有一講一，呢一啲同其他商代青銅器形似嘅器物喺三星堆青銅器文化中並唔佔主導地位。三星堆青銅器嘅精美程度係可以吊打其他同時期嘅商代遺址嘅青銅器㗎。所以喺我個人睇嚟，唔理係外來文明派定係本土起源派，呢兩個觀點都過於極端啦。更大嘅可能性係古蜀文明就係多文明融合嘅結果，嚟自黃河流域嘅夏商文明嘅青銅偽造技術、禮器制度同埋用玉傳統，以及源於其他文明嘅雕塑藝術、上金習俗同埋黃金冶煉加工技術，喺四川盆地產生咗碰撞同交融。古蜀人嘅創造性由此被極大嘅激發，將外來製品製作工藝同埋審美情趣同本土嘅文化進行咗一種整合，從而形成咗鮮明嘅區域特徵。嗱，剛才我哋提到南方絲綢之路，蜀地亦都就係四川，正位於南方絲綢之路嘅起點。佢向東從四川經過貴州、廣西、廣東，一直到南海嘅張科道，亦即係古夜郎國中線，從四川經雲南一直到越南，向西則係從四川經雲南至緬甸、印度，並進一步通往中亞、西亞同歐洲。地中海地區呢一條西線就係蜀新獨道。今日我哋成日對古人嘅行動半徑同活躍度缺乏想象，事實證明古蜀人好可能早就同世界各地嘅文化有深入嘅交流啦。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長黃憲華曾經提出觀點話，三星堆
位於亞歐大陸東部嘅青銅時代文明大動脈上，從成個亞歐大陸版圖上嚟睇，喺公元前2000年至到公元前1000年嘅青銅時代，發達嘅青銅文明都位於重要嘅交通線路上。呢啲交通線亦都構成咗一個亞大陸嘅文明動脈網絡。三星堆就位於網絡嘅中心位置，四通八達，連貫嘢。但呢一度亦都出現咗一個新嘅問題。既然三星堆吸收咗其他文明嘅手藝同埋習俗，點解冇吸收其他文明嘅文字呢？商朝有甲，君民蘇美爾人有楔形文字，古埃及人有象形文字，可偏偏官方從三星堆出土嘅文物中冇發現任何嘅文字。然而三星堆文物所體現嘅數學、物理、冶金、美學等領域嘅造詣，係唔太可能通過口耳相傳嚟實現傳承嘅。國際學術界將文字演進數以及係咪形成城市視為文明3要素。除文字之外，三星堆已經具備其他2大要素。三星堆嘅文字究竟去邊啊？唔通話真係好似傳？從出土文物嚟睇，金沙遺址同三星堆遺址一脈相承，但係歷史時期較晚於三星堆遺址。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劉玉慶認為，喺三星堆古蜀國同杜宇族勢力發生衝突嘅時候，周人選擇扶持杜宇族，滅掉咗親相嘅三星堆古蜀國，並進行咗滅絕儀式。杜宇王朝取代咗宇十王嘅統治。隨後部分三星堆古蜀移民嚟到咗金沙，成為咗杜宇王朝嘅子民。但係由於三星堆文明嘅核心技術已經被周人喺滅國儀式中摧毀咗，所以雖然金沙遺址文明係三星堆文明嘅延續，但係其中出土文物嘅製造工藝卻遠不如三星堆文明。話到呢一個，有人可能會問啦，周朝喺歷史上係正義之師啊，點會舉行咁殘忍嘅滅鼠儀式呢？會有呢個疑問嘅朋友，肯定冇睇過我哋之前做噶簡商同武王伐紂嘅真相呢2期視頻，趕緊翻去補個課，內容可能會顛覆你嘅三觀。話說被周人扶持上位之後，杜宇族自然係為周人馬首是瞻，川蜀亦都成為咗周國勢力範圍之一於，係古書上先至有周國三分天下得其意嘅講法。根據尚書墓誌嘅記載，周武王伐紂嘅時候，一同征戰嘅有8個部族，其中排喺第2嘅就係蜀國。華陽國志中仲記載話，周武王伐紂嘅時候得8蜀之師，似乎蜀軍仲充當咗伐紂大軍嘅先鋒隊。古蜀國嘅生命一直延續到咗戰國時期。公元前316年發生咗秦滅巴蜀之戰，古蜀文明相對獨立嘅發展進程隨之結束，開始逐步匯入中華文明一體化嘅大浪潮之中。古蜀國雖然滅亡咗，但係古蜀文明嘅痕跡並冇從歷史嘅長河中被徹底嘅抹除。籠罩喺三星堆之上嘅種種謎團，依舊俾後世留低咗無限嘅遐想，亦都成為咗一道道待破解嘅謎題。好啦，今日嘅故事就到呢度，我哋下期節目見咯，拜拜。首先呢是購物優惠方面，尤其是大促期間可以兌換大額消費券和快電滿減疊加一起使用，還有會員專享100億補貼，省下的錢呢還能去買其他好東西，還有各種平民權益可以領，像優酷芒果會員2選1，網易雲會員、餓了麼會員、飛豬省錢卡、高德會員，娛樂吃喝出行都全部了。這些會員如果你自己去開通的話，可不止88元呢。算下來是不是超級划算？所以呢，趕緊點擊鏈接，1年僅需88，你也可以享受這份權益。